Hello，各位喺墨爾本嘅食福嘅牧者領袖弟兄姊妹平安啊多謝Elsie 博士俾機會我嚟到可以分享下好簡單分享下咩叫做網絡媒體宣教，同埋大家可以喺今年度裏邊有啲乜嘢可以實踐到出嚟咁樣。我介紹我自己啦，我叫史提芬我係喺美國一間差會叫做網絡媒體宣教差會裏邊咧服侍緊，主力都係動員啦，裝備啲宣教士進入網絡禾場裏邊。咁我自己都係喺神學院裏邊去教授一啲相關嘅項目啦，包括網絡媒體宣教，包括一啲 AI 生成式嘅一啲嘅 AI 如何應用喺教會牧養，同埋如何應用喺呢一個嘅喺呢個嘅跨文化同埋喺宣教 setting 裏邊。咁講起網絡宣教，我諗不得不提咧，我哋都要一班人一齊諗一諗，喂，喺呢個世代裏邊最偉大嘅發明係啲乜？我哋諗一諗，人類如果最偉大發明係啲咩嘅時候咧，可能會繼續思考到究竟網絡媒體宣教之後會喺邊個位置裏邊有得發展，有得邊個位置裏邊咧有得可以繼續進深落去咁樣。我估計你哋心裏邊可能已經諗咗好多唔同嘅發明，咁我都帶咗個發明嚟喎，我俾一條片大家睇下先。人類最犀利嘅發明係乜嘢啊？係手機，因為手機懟冧個電視，懟冧個手錶，懟冧個電筒，懟冧個相機、收音機、攝影機、遊戲機，懟冧個雜誌，懟冧個日曆，懟冧個錢包，懟冧個鬧鐘。確實係犀利。最後仲要懟冧你對眼，懟冧你嘅腰椎、頸椎，甚至連你都懟冧埋。以前不離不棄嘅係你嘅亨利，而今不離不棄嘅係你部手機。正所謂一機在手，天長地久；機不在手，就昂口昂口。睇完啦，我唔知大家覺得好唔好笑。確實啦，人類最偉大嘅發明咧就係手機。正正萬民都在手機裏，萬民都在手機裏，因為人類最偉大發明就係手機。聖經咁話，佢話這天國嘅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喺馬太福音第24章第14節好清楚咁樣寫出嚟。有啲人咧喺一啲嘅我服侍緊一啲嘅華人群體裏邊，因為佢哋講普通話，所以佢哋好少咁講。佢哋話咧，就喺天國嘅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對萬民作見證，就唔係對萬民對網民作見證啊。如果當你明白原來萬民都在手機裏邊嘅時候，我哋可以進一步思考緊點樣透過手機可以做一啲關於網絡媒體宣教嘅工作。其中一樣嘢咧，今日要想講嘅咧就係叫做轉發即時宣教。轉發即時宣教呢個喺我哋嘅網絡媒體宣教學裏邊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咁究竟我哋轉發係啲乜嘢啊？要問時地人，我哋又試下睇條片，睇下大家有冇一啲嘅領受。
OK，好快你哋又睇咗2分鐘啊，關於轉發就是宣教。其中喺條片裏邊問緊幾個問題，第一個係 who 何人啦，譬如我哋要轉發俾基督徒啊，定係讓一個唔係即係非基督徒啊？跟住我哋轉個何事咧？轉發啲乜嘢㗎？What 聖經嘅章節同基督教信仰有關嘅，可以係福音動畫、文章、視頻、音頻、歌曲、圖像等等。跟住我哋要問 when 幾時，我哋何時發出去咧？好多時咧，我哋有好多好濫嘅信息，我哋要學習適可而止，甚至乎咧，我哋唔一定係群發，即係啲群裏邊發出嚟，可能係啲私信啊，特別你紀念某啲嘅弟兄姊妹啊，或者佢哋喺啲苦難裏邊等等。而第四就問緊 where 何地，咁呢個唔使答啦。既然你哋身處緊喺墨爾本，我身處緊喺香港，即係話而家地點已經作唔係一個咧好需要考慮嘅嘢。不過我哋關注下就係我哋要學習關注身邊嘅人。你睇到嘅需要，特別我哋成日講一啲叫做未聞福音群體，或者叫做閃聞福音群體，可能喺你哋當地嘅可能會係啲土著啊，或者一啲穆斯林啊等等嘅群體，佢哋從來都冇機會去聽到呢個福音，而家就可以透過你喺當地藉住手機，將你一啲最重要嘅福音嘅信息咧帶俾佢哋。而最後一條片裏邊咧問緊兩個問題：Why？點解啊？好簡單啫，使到接收者得着呢一個嘅屬靈好處，就好似我哋以前中國人有句說話講：贈人玫瑰，手有餘香。係啦，贈人玫瑰，手有餘香。我哋自己多作主工嘅時候，我哋自己都能夠蒙福。而最後個問題問 how 如何咧？嗱，呢個咧我哋要多啲思考緊。當我哋要轉發一啲合適嘅福音信息嘅時候咧，原來我哋平時自己都要關注多啲，要收藏一啲咧係有優質嘅資料，等到一個合適嘅時機嗰時候咧，就可以傳遞出去。祝福你啊！好簡單，有6個問題，你哋可以繼續引分去思考。不過最後我想話俾大家聽，啱啱你哋睇緊嗰條片啊，即係呢個轉發就是宣教咧，你會見到咧就係條片係透過一個 即係 co-creation。呢個位置啊，睇到就係由一個係加拿大一個叫 Ruth 同埋我喺香港，我哋一齊 co-create 條片嘅。呢個 Ruth 師母咧，佢當年去做條片嗰時候已經係70幾歲，佢係一個退咗休嘅宣教士。佢以前喺中東服侍咗好多年，不過佢退咗休之後繼續鍥而不捨，繼續多作主工啊！而70幾歲都可以做到好多啲咁嘅動畫去祝福其他人，佢都得，我哋都得，祝福你哋。咁啊，之後時間就麻煩啦。L 博士繼續咧同大家嚟繼續高呼下轉發就是宣教啲乜嘢，祝福大家有一個咧美好嘅學習同埋聆聽。拜拜。